錦上路嘅跳蚤市場結業清貨，就喺錦上路站 C 出口一出嚟就係啦，面積都幾大。小編上網睇到1月31號係最後一日，不過聽啲商戶講會開埋2月1號，但相信小編出片嘅時候，呢個跳蚤市場已經完成咗佢嘅歷史任務啦。身為九龍人嘅小編，之前一直都冇嚟過，原來入面賣嘅嘢有好多種類，亦都有新嘅，有二手嘅，有 vintage 嘅。老實講，小編覺得有啲似去咗深水埗嘅鴨寮街，不過呢度就更加有規模，店主們亦都更加有心機。令小編感到驚喜嘅係呢度仲有好多絕版或者市面上已經好難揾到嘅貨，例如 Tomica 嘅唔同車仔，當然啦，有新款有舊款撈埋一齊嚟賣嘅。仲有小編小學時代最中意睇嘅小說，幾值得支持嘅手工雜染，仲有唔同嘅小食，不過可以貨比三家。呢家係最平嘅糖蔥餅。小編有啲感冒，不過都照食啦。唔同嘅懷舊美食都可以喺呢度揾到，竟然仲有得玩印度嘅 Henna 同埋唔同嘅夜市遊戲，所以都幾啱帶埋小朋友嚟玩噶。有一種去咗台灣夜市嘅即視感，仲有好多手工藝品、公仔鋪頭。不過呢啲檔口全部都要畫上一個時代嘅句號啦。雖然小編第一次嚟，就冇話好唔捨得嘅。但係似乎代表香港嘅一啲地方越嚟越少啦。